台语水，上介好听是台语。阿正先来报道故事历史，互你听个上欢喜。欢迎收听阿正先来报道，我是当牛，我是阿正，是阿正先来今日要甲听众朋友带来什么款呢？这个好料理的嘞，咱由原来来进行咱顶一集呢，蚵仔番薯，蚵仔甲番薯，咱阿就讲了的哦，青菜也标哦。对，而且我顶抓才知影讲，哦，原来这个番薯咱拢自称番薯啊，其实迄番薯嘛是我来。对对，所以吼，这个番薯也好，还是蚵仔也好呢，是真早入到台湾啦，不过有那拢是外来无对，拢是外来，连蚵仔嘛是。我想吼，400当前呢，400外当前的时阵，台湾有一本介有名的一本文献，就叫做《单环记》啊，《单环记》单地吼，单地就讲这篇吼，会使讲是用中文来书写的文字啊，介早的吼，400当前是啊，所以吼，这是算有较有权威的，啊，伊内底有一段话哦，啊，一段伊安尼讲咧，伊讲吼，所有葱有姜有番薯。有准期无他菜，这毋知你念啥嘛吼？啊，这个讲啥你毋知？足简单。无他菜就是除了以上，其他拢无安尼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哦，除了以上，迄个以上我拢听无。哦，伊讲蔬就是咱讲菜色啦。哦，菜色。蔬呢有葱就是有安那咧有葱啊。有葱啊。安尼敢是真清楚吼。对。有姜就是有安那姜，有番薯。哦，你看，400外当前来到这个文献后，是有番薯哦，就讲有番薯，有准期，准期怎么？就是讲蚵仔意思，蚵仔准期哦，准期什么啊？就像迄款迄个暗公鸟，还是迄款迄个鸟头骨、鸟头鹰迄款的有啊？还像鹰啊，你话安尼，伊安尼的时阵吼，跳伫树顶的时阵，敢是像一条蚵仔迄款的形体。哦。所以古早吼，这书记内底就安尼记载哦，准期就指蚵仔意思。做趣味对对对，啊，无他菜，无其他啊，无其他呀。就讲当初是400外当前的时候，420当前的时阵，啊，因为伊这本吼，是伫1603年写的啦，1600应该讲1602年啊，因为多一个年尾一个年头啦哈，就讲就旧年来讲是伊是年尾啦，啊那就新历年来讲伊是年头啦，因为差一个月嘛，咱拢知吼，啊所以吼，你看安尼相是差不多400外当前，伊当然是伊来到台湾现这个现场哦，啊伊看到伊看到的文献也好，还是伊来到这也好，伊内底有这段记载，所以足宝贵的哦哈，所以这简单呢，讲这个番薯呢，甲这个蚵仔伫当初时呢，伫台湾都已经开始伫遐底生团。所以400多年前其实都有这两项拢有啊。对对对，就讲当初时吼，这个当地伊都已经有看到这个物件，所以因才有这个记载。啊，其他的吼，无他菜意思有两个意思，伊无看到的，对，还是伊无食到的。哦，啊，或是较像遐当地人讲，伊无这个物件。是，当然伊的比较是以台湾甲中国大陆遐做比较嘛。阮遐有恁遮无的吼。哦，所以足简单的，足简单的吼。好，啊，重点伫倒遐呢？重点咱要来讲吼，安尼有这番薯甲蚵仔的这对应，就是称呼这本性外性，敢是安尼吼？是，当然是。我是风啊，我拢讲哪有听番薯蚵仔嘛，蚵仔对啦吼。只要听有风的拢知意思。啊，这吼，咱原本啦吼，在讲本性的、外性的，本性人、外性人吼，其实吼这无啥物歹意，嘛无啥物特别的这意涵，就讲吼，伊是一个相对的名词啦。就比如讲，像讲阿问你倒位来，对，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吼，名词。就讲吼，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结束的时，台湾这块岛屿日本迄统治者莫讲啊啦吼，台湾敢是有原住民，是有这个河洛族群，有客家族群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敢是长期以来拢住在台湾这块岛屿。对。啊，所以因敢是自称伊住台湾省嘛，所以伊本省人嘛。对。但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的时阵，特别是呢。1949年，民国38年呢，国民党政府敢是迁徙来台湾。对，迁徙来台湾，敢是足侪中国足侪各省的人拢来到台湾。对，这个时阵因敢是属于迄个时阵的新住民。对，啊，所以敢是有一个区别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来自台湾省以外的，都称叫做外省。
外省人啦。啊，原本住伫遮来叫什么呀？本省人。所以这老实讲，咱真听有一站吼，听起来感觉好像有咧起势啊，种有咧这族群这边训练的有吼。啊，其实吼一开始吼，甲这完全无关系，真无关系。吼，迄就像是从世界大战的时阵，足侪四川人呢称呼来自呢中国各省的人去的时，伊嘛甲讲恁这外省人啊，你知影意思无？所以这语言哦，实在是哦，那了解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哦差真济。是。好，啊，咱刷落要甲大家报告什么呢？就是是安那会蚵啊，那会走安伫咱真正食蚵啊去。对啊。蚵啊，那会指外省。指外省吼。这就足重要哦。你1683年的时阵，康熙22年。是。啊，就是呢，西隆呢来拍台湾，结果时阵呢，这个郑克松投降吼，这件代志大拢知影吼。啊，就是讲东宁王公呢，伫1683年时就规个投降。大清帝国，大清国，东宁国就因此安尼亡国嘛。当时时候有做一项代志，大清国的时阵吼，来接收台湾了时候，伊将原本伫台湾。这个东宁王国的军队偌济2万外个，是全部甲遣送，甲掠配倒到中国。因为你是统治者，我唔敢公开甲你反对，啊，毋过私底下敢是对足气足愤的。你徛线，阮的甲上头拢偷查甫的啦，拢查甫的吼。所以徛线去啊。对啊，所以从此以后呢，留伫台湾的汉人，注意听，留伫台湾的，咱真暂时无讲原住民哦，留伫台湾的汉人就是讲。这个比如讲囡仔啦吼，还是这个妇女等等啦吼，敢是这咱原本叫登山客嘛，登山公嘛吼，日久他乡变故乡。伊住一个久的时阵，敢是讲我是台湾人啊。对。住一个久嘛吼，日久他乡变故乡嘛。是。啊，所以就安那就甲中国来，从后来呢，台湾去互大清帝国占领了。后来是因敢是有一寡人会陆续过来，对毋对？是较袂遐济尔，陆续来，而且官员来。唔管呢，伊是满洲人，还是汉人，一律呢，拢甲称呼叫做蚵啊。什么叫蚵啊？胡人的胡啦。这个学问啦。哇！老师就厉害啊，那完全拍着中心。对，胡啦。这个胡吼，这个胡吼有两个音，伊的本音叫做河。伊的别名叫做蚵。蚵呢，咱的台语吼，咱的这个闽南语台语吼，伊介大的特色就是呢，叫做亚化。亚化。嘿，譬如讲，这叫什么话？刀啊。这叫什么话？伊呀，好吧？这叫什么话？标啊，尾流迄个啦，吼。这叫什么话？鱼啊，对，嘿，这是台语一个足大的特色。嘿。所以真正听了现在讲你咧看伊无去，其实吼，遐是误会啊，有那个语言的误会啊。比如讲叫你警察啦，那讲你看我无哦，唔是安尼，无拄是安尼。这内底牵涉了真侪学问，咱暂时唔爱讲。我是讲亚化吼，是台语一个足大的特色。譬如讲你开起来开，加一亚变开啊，你整，加一亚变整啊，好所以咁是蚵嘛，蚵人嘛，蚵嘛，对，蚵先加一亚变蚵啊，好吧，蚵啊，原来如此，对，所以今天就坑你家啦，是蚵啊，好，因为呢，台湾的地图，是讲到日本地情况才叫蚵啊，对唔对？对，蚵一个句的时候，煞唔知影讲是这个蚵来的啦。因为这个蚵仔吼，变两蚵吼，亚化了，这两个音完全相共啦。对，就讲两个拢完全共音了，对啦。对。讲一个句的时候，讲蚵啊，台湾人过来自称讲家己一条像一条汉字，都迄个地形的关系嘛。汉字，汉字，所以讲，就想讲，阮汉字你就是蚵啊，所以将原本吼，迄个介重要，所以叫袂去这里。就讲生来者一个久了是日久他乡变故乡，所以伊就自称呢伊是台湾的，台湾就一条汉字嘛，伊就称呼因遐呢叫做蚵啊，是讲你这个大清帝国来嘛，因为对有敌意啊，有敌意啊，有敌意，所以后来时阵这个蚵仔的时阵这个大清帝国就我头讲过啊，因是不是对
这通知者拢真不满嘛吼，一定你听说阮的家庭听说阮台湾咧敢通知的嘛，一定较霸道的嘛，因为伊有特别地理啊，一定较霸道啊，无要听嘛吼。所以吼，因得安那呢，因得呢用蚵啊吼来咧称呼对方呢，差不多猪啦、狗啦这款呢。是，甚至呢，若针对吼满洲人的叫做角罗、绝罗。绝罗是啥？哎，你唔知啊？这个满清的皇帝因的姓叫做爱新觉罗。哦，好，迄个角罗哦，有印象无哈？所以啊，就称呼狗叫角罗啦。讲伊要叫角罗，因为我公开唔敢改名啊，我私底下。第一种讲日本狗，有啥意思啊？哈，是。哎，这种比统治者无赖啦。我唔敢甲你安那，但是我私底下来甲你称呼。就不满的。讲早期台湾人称呼这猪叫蚵啊。啊，其实蚵啊是开始是咧讲哦，你精生就对啦。啊，称呼狗叫角罗啊。简单来讲啊，就讲当作是伫台湾的哈，对这大清帝国的，因这较无良心的官员，较无良心的先吼，一款的这个称呼啦，是，所以蚵仔是安尼啦，安尼有学问啦吼，有，学问，而且完全会当解释是安那是这个发音，对，像蚵仔那变外省的，对，外围来的嘛，对，就变成安尼，还是后来较变安尼啦吼。嘿，是，所以听众朋友安尼就完全了解讲，咱咧讲蚵仔汉字的时阵，是安那这个物件，两项物件，吼，是安来去比论着这个所谓的这个本性甲外性，其实这真的有历史，不是凊彩讲啊，不是真的汉字较久，对，吼，不是真的汉字是在地本土的这个作物啦，吼，完全不是。今日这部时间的关系，蚵仔都介绍大家。蚵仔甲汉字吼，对，蚵仔甲汉字啊，蚵仔到底安那来，伊名安那来，今日就介绍大家。好，我是当牛，我是阿青。今日阿青先来报道，到这为止。啊，伫后礼拜后厝，咱的老师董凤正老师会甲咱介绍到底迄个汉字这个名到底是安怎来。真正搬山过海，搬山过岭吼。是好，咱下次再会。大家。以上阿正先的报道由教育电台高雄分台制作，当洪正教授主讲，当牛主持，多谢收听。